这间宫足水的呢。伊是阮咸水的公庙。对啊。嘿啊，就是讲，一个社区有一个宗教，啊，伊是公庙，啊，伊是1623年开始就开始起啊，慢慢啊，就是一遍一遍咧翻修，而且彩绘老师叫做潘丽水，潘丽水是台南地区上有名的彩画师，因的囝叫做潘月雄，啊，在马祖边就是门神的因画出伊画出来。哦，这真门神这门神就是为师公徐师宝，啊，然后因为马祖是查某的，所以伊边啊都有一个宫女的画像，哎，算神路啊。好传神呢。对啊，但是这间庙参兼这历史拢真有关系。所以阮这个白花果线的边啊，拢插一种用全部叫做甘蔗。欧洲咧啉咖啡的时阵，伊指定爱用台湾的糖，所以荷兰时代来就是开始把台湾的糖运去欧洲。糖啊，地理啊，东印度公司嘛。东印度公司。咸水啊，做糖哦。咸水较济嘛，所以这港口最重要，因为较早政府拢无咧做桥，啊，所以农产品拢爱用牛车，啊来到这用船啊运出去走，所以这间庙是真重要，因为伊面对就是月顶港，啊船啊对遐落会，啊所以是真重要。这间马祖厅的定点的就是电信公时代有一个部队哈，回基山，伊的部队伊迄旧名遐咧开垦，啊伊船啊顶的马祖队就啊去伊这个所在。我这条路足水的呢。这定定的大马，这些正兵正经千里眼，是哦，啊眼就是观，画中听就是音呐，啊所以观音的退心妈祖，观音的退心的妈祖，就是这两天是伊用纸来量开。这是用纸量开纸雕你看啊，纸雕就是安尼量，头粒起来，迄个人叫廖啊川。你讲千里眼甲顺风里是这是用纸安尼纸雕把它做。好不可思议哦！不可思议啊！所以这纸教堂你看啊。哦，纸教堂做这个衣呀、钢丝啊，那些纸教堂。对。这个虽然做会当做真侪物件，但是伊做一尊这个神明做会当做安尼，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。你看这种完全手工你有看几年的？迄康熙55年的，西元16年修补的，就是讲用纸安尼来修补，修了，够厉害，真有诶。但是主持人就是讲，伊尊重文化资产，伊这彩绘哈，伊就请老师来甲写，来用一寡写啊，即马来就讲尽量咱让大家放点标。哦，因为文化安尼，文化是真重要。因为是要保护大家平安，所以大家要同齐来为妈祖做代志，讲妈祖为大家做代志，这公庙大家都有向心力，对，大家做伙来做。嘿。